水真係可以擁有治療嘅能力嗎？延世大學醫學院採訪人員進行咗2項有趣嘅實驗。首先就要搞清楚鹼性還原水對糖尿病會產生咩影響。實驗對象係一隻有遺傳性肥胖而引起糖尿病嘅老鼠。生命水嘅真相第2步，醫治慢病嘅奧秘。一群飼養一般嘅水，另一群飼養用礦物質製成嘅鹼性還原水。呢啲老鼠平均嘅血糖係69同53。飼料嘅供應量相同。2個月之內，定期採集老鼠嘅血液，並檢測咗血糖同埋膽固醇嘅濃度。呢個實驗嘅關鍵係檢測老鼠嘅血糖升高嘅時候，還原水所能制止血糖上升嘅量係幾多？首先係血糖濃度嘅變化。飲用鹼性水嘅老鼠嘅血糖比飲用一般水嘅老鼠低咗34% 左右。以下係中性嘅脂肪量。呢點同樣，飲鹼性水嘅老鼠比飲用一般水嘅老鼠低咗30% 左右。其次係膽固醇。呢次實驗要證明還原水唔單止可以制止血糖上升，仲可以醫療動脈硬化等各種嘅成人病。以下係檢測抗癌效果嘅實驗。喺實驗用老鼠嘅身上注射咗惡性皮膚癌細胞嘅黑色腫瘤，並觀察咗癌病變嘅速度同埋大細。將老鼠分成2批，一批飼養鹼性水，另一批飼養一般嘅水。飼料嘅份量相同。腫瘤嘅大細有明顯嘅分別。飲鹼性還原水嘅老鼠，腫瘤大細係10.78 mm； 飲一般水嘅老鼠，腫瘤大2倍，係20.11 mm。癌細胞嘅數量亦有好大嘅差異。喺白色肺部所見到嘅黑色點就係癌細胞群。飲用一般水嘅老鼠嘅癌細胞群有260個，飲鹼性還原水嘅老鼠身上嘅癌細胞群係145個。通過呢段試驗，可以睇到鹼性還原水具有制止腫瘤轉移嘅抗癌功效。實際上，癌細胞為咗轉移同埋擴大嘅組織係需要活性氧，但因為鹼性還原水除去咗呢啲活性氧，所以先可以得到呢一個效果。